準備好未？3、2、1，零。再嚟個。3、2、1 ，Go！ 歡迎大家嚟到 Brain Dance。準備好未？快啲攞你嘅寶寶腦減壓波出嚟，練下佢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放低佢，開始捽下個面，捽個面，額頭面珠燈冚冷成個面捽著晒，跟住捽個額頭咯喎，額頭一路向後捽，掃個頭，掃，捽一路捽到落條頸，跟住捽隻耳仔，捽到佢興晒喎，記住捽到佢好熱㗎，捽下咧仲可以掹下隻耳仔嘅，掹下佢好似大笨象耳仔咁，掹晒出嚟，捽，哇！而家條頸係咪鬆晒？條頸鬆晒好緊要㗎，上腦嗰啲血都係靠嗰條頸㗎，鬆晒未？OK， 跟住嚟啦，我哋快啲揈下隻手，揈鬆晒佢，揈下個膊頭，揈鬆晒佢，揈下隻腳，揈鬆晒佢，腳踭嗰度擰下隻腳，揈鬆晒，係咪全身都鬆晒？哇，一日都鬆晒。好啦，準備好未？下一個步驟，我哋就要交叉手、交叉腳，隻手咧就好似游水咁啦，大人就打麻雀咁噶啦，好似游水咁，交叉手過晒嘅，係蛙式嘅游水喎。跟住隻腳咧，嗱記住跳嘅時候要交叉腳嘅喎，仲要自轉、揼轉，又自轉又大轉，記住一定要交叉手、交叉腳，前後，上下，隻手不停咁要喐動，隻腳都係。記住啊，手腳越靈活，腦筋越靈活。嗱，你一路跳嘅時候可以攞翻你嗰個寶寶腦減壓波，一路練下，一路揈下佢，揈。記住一定要交叉手、交叉腳，擰多啲，跳高啲隻腳。哇，原地跑咁，越跳越高嗰隻腳。哇！而家 feel 唔 feel 到全身啲 energy 啲能量去得好順，去得好快。嗱，記住拎住個波仔捏下佢啦，捏到攰嘅時候放低佢，揈下啲手指，但係一路揈嘅時候仍然全個人要不停咁喐。記住揼轉，哇 feel 到你啲腳呢好有力，啲腳好有力，個身好有力，個頭好有力，好醒目，啲 energy 一路上腦，哇好犀利。記住深呼吸啊！好啦，而家開始咧放緩少少，擰下條腰，唔好擰得咁快啊！尤其是啲阿爸阿媽咧，唔好擰得咁快，扭傷條腰。記住擰下條腰，擰下佢，一路擰條腰嘅時候咧，記住手一樣要繼續喐噶，擰下，不停咁跳，哇！全身鬆晒，哎呀，好似伸懶腰咁，哎呀，一個伸懶腰，又一下深呼吸。一路跳喎，繼續跳嘅時候個腦咧要諗啲開心嘢喎，哇！將啲唔開心嘅嘢抌晒佢，快啲攞啲靚嘅嘢，你最中意嘅玩具，你最中意嘅客人，你最中意件衫，你最中意嘅景象，將你個腦充滿開心，充滿希望。好，而家咧又再放緩少少，可以深呼吸，慢慢跳，慢慢行。諗翻啲靚嘢，嗱，跟住呢，仍然繼續喐噶，唔好停啊！感覺到自己呢，哇，好輕盈，飄下，嗱，隻手呢都可以好似人哋跳舞咁揈下，不過呢係輕地揈嘅，慢慢地揈，好舒服啊！一路深呼吸，記住一定要交叉手啊，腳都係啊！哇！而家隻腳咧，想像啲腳咧浸住喺嗰個泳池啲水，哇！啷下幾舒服，甚至想像啲水咧喺你全身流落嚟，水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按摩作用，將所有唔開心嘅嘢、所有嘅毒素，乜嘢都清晒啊！哇！而家全身、全個腦都唔知幾犀利。好，而家準備今日咯喎，嗱，繼續行緊喐緊㗎，成個世界都喺我個手裏邊。我啲客人又好中意我啲教師又好中意我，功課冇問題，考試測驗冇問題，我入邊都唔知幾定，總要定，心要清，腦要醒。
唉，係咪好舒服呢？嗱，繼續喐啊！記住，每日 brain dance 幾分鐘，腦又醒目，全身都輕鬆。OK， 繼續深呼吸。哇，隻手呢，繼續一路喐下喐下，手腳腳都係。諗一諗今日要做嘅嘢呢？今日有咩要做啊？有咩堂要上啊？有咩客要見啊？跟住過一過腦咯喎，今日嘅時間係點樣㗎？朝頭早點用啊？晏晝點用啊？夜晚點用？記住要預時間學下嘢，少少都好啊。又記住要食嘢㗎。各位 think happy thoughts， 諗多啲開心嘅嘢 ，be grateful， 感激啲啊！嗱，如果你咁做呢，你個腦就會處於一個最靚最好嘅狀態。祝各位一個 happy great brain day，Dr. Brain 話㗎。